現時呢，公務人員外地公幹制度係由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規定嘅，有關規定制定實施至今已經係35年啦，同現時本澳發展嘅現狀係唔相符嘅。譬如，如果公務人員到香港同廣東省即日往返嘅公幹呢，日津貼係僅為規定金額嘅35%。此外，如果支付俾公務人員公幹嘅呢個津貼，即使公務人員響休息日到外地公幹呢，亦都冇權收取任何嘅補償嘅。呢啲規定對於公務人員公幹嘅積極性呢係有一定嘅影響。隨住本澳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嘅大局，公務人員到深合區、大灣區乃至內地其他省市公幹嘅情況呢，將係會日益頻繁。可見呢係有必要對通則適時作出修訂。請問司長閣下，政府會唔會檢討完善通則對公幹嘅規定，以保障公務人員合理嘅權益？公幹制度嘅，我哋到時係必要嘅時候，其實應該係完善依家公幹制度，對通則做相應嘅修改嘅。